妹妹床头堂太阳讲，早是最重要的日餐，所以像安样天天的享受。我思绪好，早上床头係呢，是到最青菜的日餐。莫讲享受，连雪都唔算，将种早吃到肚脐地都停起去。早餐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餐，因为没吃早餐，然后体育课掉到第一节，上完体育课因为就肚子很痛，结果就吐了。早餐没吃的话，后来会肚子痛，因为空腹嘛，然后你的胃都会在那边想要分泌一些东西，然后就会让你肚子很痛，看你没心情上课。我曾经就是没有吃早餐就上学，然后一到学校有晨跑吧，然后晨跑的时候就跑得很慢，然后很累，然后后来又上自然课，完全是看着老师，然后已经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，然后整个人好像要软下去的感觉，很没精神的到学校，然后上课的时候都很没精神，头很痛，就不想上课，想要赖在床上睡觉。到现在的话，有吃早餐就会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不会肚子饿。大家都對食早嘅重要性，冇睡覺正見到唔做爽。不過根據一年調查發現，有63%嘅學生睡覺嘅時間忙到10分鐘，甚至有14%嘅人會到5分鐘才能睡體，還有將係過兩者瘋搶等嘅時間停停。計時開始。只要时间超短，睡觉的素材和它本人完全相同。台湾早餐问题就是类似时间，它给我们太紧凑，不能好好享受。我现在吃早餐的时间差不多都是5到10分钟，吃早餐的时间只能吃5到10分钟，的话就是5到10分钟。我吃早餐的这段时间，我通常都花在来学校的路上，因为比较早起床，所以会想要在车上睡觉，然后就可能会就是吃的时间会变短，因为你还要睡觉，然后又要吃早餐，然后就是时间就整个变得很短。就是因为你想睡觉嘛，所以你就是会吃一口，然后又差不多睡个30秒至1分钟，然后再起来，就迷迷糊糊的在那边吃一口，然后再迷迷糊糊的睡1分钟，然后就是一直反复这件事情。对于早餐，我最不满意的是地点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不是在学校吃，就是在车上吃，不然就是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吃，不然就是在机车上吃，或者边走边吃。在机车上吃最痛苦，因为三明治可能美乃滋会被挤出来喷到脸上，不然就是番茄掉到地板上，不然就是直接刹车砸到脸上，或者掉到地板上被车子碾过去。很讨厌在车上吃早餐的原因是因为我会吐，因为我会晕车。我最希望可以在家里跟着家人一起吃早餐。台灣的小學生實際都識到同條件，來看下國外嘅學生嘅應用嘅實際位。南部國小有30人嘅學生嘅去到新加坡嘅小學來做文化交流，唔是講沒有天天見到共下去實際，這條經驗係啲學校嘅食堂同同學共下實際，係做得到自家享受的。我觉得新加坡的早餐跟台湾的早餐很不一样，因为每次在台湾要吃早餐的时候，都会一直想着时间，都无法好好的吃早餐。然后可是到了学校要吃的时候，也没有时间吃。可是新加坡他吃早餐可以跟同学一边悠闲的聊天，也可以一边好好的吃早餐。
可以有个好心情在那里上课，根本就不会有一点压力。而且新加坡的早餐的选择很丰富多样，可以让我们看今天胃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每天不想吃什么却又吃到什么东西的。社會是教育事件，大部分都係大陸行圖稿，便你做新聞記者可能冇限。用本次嘅幾天，你哋想係做要係入班。在弟弟出生之前啊，爸爸妈妈都比较有空，所以假日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安安静静的，享受这个吃早餐的时光，所以就吃得很快乐。弟弟出生之后啊，因为爸爸妈妈要顾弟弟，所以假日就没有时间陪我吃早餐。弟弟出生后，好像我被冷落了。我的梦想早餐哦，就是全家一起安安静静的吃早餐。以前看妈妈做早餐，觉得好像蛮好玩的，而且学校也有上过烹饪课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顿很好的早餐给大家吃。不用煎那么久，因为蛋很快就熟了，所以啊，你就是大概数个几秒就可以翻面，要不然太久的话，你看这么黑就不好看了。我自己做的时候很难呢，就是动作做不好，然后煮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个漂亮的形状，所以觉得有点挫折。不过除了挫折以外，我觉得我还有成就感，因为终于可以自己做一顿很好的早餐给全家人吃，希望他们可以觉得我儿子煮得不错。好吃吗？超好吃的，有成就感以外，还会觉得特别好吃。然后也想让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尝到我煮的这个风味。我也就是有重新感受到以前那种一起吃早餐的时光的感觉，很有家庭味。之前就是看外国影集，就有看他们野餐，然后有一天我就这样想，就觉得说，如果我的早餐也可以跟野餐一样，就觉得一定会很棒。那如果跟朋友来也会更棒。那我要招牌水果茶，用台装好了。这炼蛋，怎么丑啊？很漂亮，这张还不错，亮。好，2个都。那边好不好？中间那边，不觉得那边挺美的？大家拍照应该超美的。等一下，我先。晨曦屁股那么大，会不会你一个人坐就满了呀？然后我觉得野餐必要的东西就是野餐篮、野餐垫，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，可以让我们边吃边聊。那我们想要的早餐就是西式早餐，所以一定会有蛋糕、饼干，还有面包这些东西。那一定还有奶茶和红茶跟我们搭配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又有一个漂亮的水果塔又好吃的话，那也会更好。就是会想找他们来，就是因为以前在补习班，就是因为放学后才会去，所以相处的时间老实说也非常的少，就只能靠什么10分钟的下课来聊天什么的。然后最后我们都没有读那边了，所以只能就是假日就通电话说，要不要出来玩一下？那可能国小的时候还有时间跟他们出来玩。那我现在升上国中之后，就是课业比较多，也要补习什么的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说每个礼拜6都跟他出来玩，所以就是用这个机会可以好好大玩特玩，多聊一点。
了许多吵架之外，少了关心营养问题。这记者准备了几个品相外出来找，去拜访营养师，我先来看一下 menu。好，有法国料理的 feel。先看到巧克力麦黑、软嫩白吐司做香浓鲜红草莓果酱，上面看到是葱头金麦黑。可爱小圆松饼做香煎猪肉汉堡排，还有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会不会给准备的欧陆香肠做活力满点金黄蛋，看起来都一厉害哦，我了解照，但合乎营养师的标准。3世記者帶領自家好食的早餐，我營養師同家的困難有均衡飲食嗎？好，那我看一下那个巧克力的早餐啊，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全谷根茎类，就是我们吐司面包，这是 OK 是有的这样子。好，可是夹的是那个我们的草莓酱，草莓酱的话它果酱，因为它这个话可能糖分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巧克力大約係草莓小胖韓國阿法甜，小胖算係全國見光率，不過地度有個高種，國家飲料係同阿法甜，可能會食到太多糖。然后再来就是松头帅哥哈。你这个松饼是不是会放糖浆？会放糖浆吗？会放糖浆，对不对？枫糖加那个奶油都会一直放嘛，对不对？比较没有那个蔬菜的来源，然后蔬菜一根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松头大約係中藥鬆餅韓國雪碧，中藥算係亂泡子，鬆餅算係全國見光率。不過係講有啲嘅糖漿冇足夠嘅能油，就會注意不食入太多嘅糖，韓國油分。然後再來就是我會飛的嘛。我看你這個餐的話，其實我們蛋的話，它這個蛋差不多是一顆蛋就是1份，所以這個蛋白質來源也是 OK 的。我會飛嘅早餐亂泡咗嚟2年，很軟，也有氣嘅。唔過皮蛋嘅熱狗算係加工食品，鈉含量怕會太高喎。可能設計者早餐搶菜果子唔辣係其他嘅問題，我記得補充香味質咯。再過來就係糖分太高嘅。做得用挑嫩、韓國奇嫩的胎有糖的飲料。有關早餐，除了營養愛均衡，也在設計者還有哪個問題想愛問的嗎呢？就是為什麼早餐就是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呢？早餐就是我们第一餐嘛，所以事实上我们身体的话，已經8個小時沒有進食，它已經處於一個飢餓的狀態了哈。我們腦部唯一可以利用的一個來源的話，就是我們的葡萄糖，吃我們一個吐司，就是我們糖類，糖類的話才可以提供葡萄糖，那葡萄糖的話才可以供給我們腦部一個能量，這樣子。大人會說沒有吃早餐會變笨嗎？所以這個是有可能的。一般都是說要那個少鹽啊、少糖哦，或少油啊這樣子。那還有什麼其他的要注意的一些飲食的觀念？現代人的話就是都是比較匆忙這樣子，所以古人早餐的話有60%在外食。那外食很大的一個特點的話就是高油、高鹽、高熱量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們就要怎麼樣聰明選擇我們的外食，我們那個纖維質會比較不足的。那飲料的部分的話，我們就比較避免選擇我們一個含糖飲料，好，減少我們精緻糖的一個來源。那我們就多選擇我們一個，比如說一個鮮乳啊、豆漿啊，去增加我們的鈣質來源，這樣子。早餐店的話的蔬菜水果部分的話，確實會是比較困難的這樣子。那所以的話，你們到早餐店的時候，可以跟那個早餐店的阿姨，對不對？就要求說你們要加蔬菜。那其實現在很多早餐店的話，都會有這個服務，所以剛加蔬菜，他就會幫你加了。然後剛講到那個牛奶部分，其實早餐店現在很多的話，都是使用那個保久乳。好，那保久乳的話，就有調味的，事實上它沒有原味的。那大家其實可以挑選原味的這樣子，因為調味的話，它的營養價值的話，只有原味的一半而已。我食一份空間的早餐，有很多的好物。蔡前批營養師還同人講，新北市中橋區就有100間的早餐店，有參加富途早餐店嘅計劃。大間的早餐店標號都有交代3個營養素分量表，還有經過精選搭配的早餐組合。也研究到以前可能營養師推薦的營養早餐，所以食得很多嘛解。我是巧克力，我們今天來到百茶一家早餐店，去進行一項調查，看看有多少人吃了營養的早餐。時間就係你過體咧，路行第2個人，以前都冇愛買早餐。
故作设计者捐靠伫脑杯吹电风，亚电、鸡蛋就系无电到外卖应用做成的银行嘞。现在是6点45分，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，可能因为太早了。等一下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点这营养的早餐。可以来发现应用做成的银行真嘅唔多呢。故作就连门口那条街，其中是银行都会用嘅套应用做成的。现在是9点，我发现从早上到现在4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点了比较营养的早餐。所以现代的人对早餐营养还是没有这么重视。请问老板可不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健康的餐点？很多客人呢，有的不会照着我们的菜单去点，他可能就点他想要吃的部分比如说现在很多客人都是吐司加蔬菜，蔬菜的部分我们不是只有放生菜，我们还有放那个木薯芽或是番茄或小黄瓜，然后有的可能就是要吃好一点，就加一颗蛋。或是加一片起司，然后这样来做这个搭配，这样子。时间关系附近的嘅早餐店，也有参加标球期辅导早餐计划。来谈看下时间关系对亚航早餐计划有乜嘅想法呢？我不知道这边的早餐店有推这营养早餐这个项目。没有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去早餐店好像都看到那个菜单旁边会有一张很大很大的表，可是我都不会仔细去阅读，所以好像不太知道那好像就是营养早餐的那个标识。哦，那是哦。有时候看到儿童 A 餐、B 餐、C 餐，外面的早餐也真的不营养，自己家里弄自己吃的比较安心。营养早餐的意义是，就是要吃的均衡，一整天才会有精神。一些比较营养的，然后但是价钱又不能太贵，然后而且要是一些便利，就是比较快的，就是制造出来会比较快，然后这样就是方便。价钱是一回事，那个健康比较重要。现在早餐店的早餐都会比较不营养，就是里面会有很多薯条啊、薯饼，然后还有鸡块，就是会含比较多油。我觉得就是早餐要吃比较多纤维的，然后就是比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，这样早餐才不会就是一大早就要让肠子那么辛苦的工作不太好。了解同学对营养早餐的想象韩国看法过后，按准备嘅无同样的营养早餐，爱同学来试试看下，来看下家到营养嘅反应。接触的营养早餐么，还是看营养的早餐，真嘅就唔好食。里面有葡萄干、起司、高丽菜还有美乃滋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这个，因为它里面有含青菜跟葡萄干。哇，帅，里面都是我爱吃的。我刚刚吃的这个有生菜，然后还有沙拉，还有红萝卜，还有马铃薯。然后我觉得它味道就是很淡，就是非常清淡，就是几乎没有味道，就是只吃得出面包。其实也好，就是早餐不要太重油重咸，可是比我家里还要清淡。然后这里面还有火腿、生菜一大堆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就是比一般早餐店还要没有那么咸，没有那么油，就是对我们的健康比较好。然后早餐也可以就是清清爽爽的，就是让我们可以清醒一下。做的很营养。不会说偏向蔬菜或偏向肉之类的，然后早上吃这个会比较有精神，不会说只有都是蔬菜，没有饱足感这样。现在吃起来觉得它有一点，就是面包有点甜甜的，然后它的蔬菜很多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有些早餐店它就美乃滋加很多，或者是煎就很油，我就不喜欢，所以我喜欢这个早餐。这里面是东西都很营养啊，有一些什么 cheese， 然后葡萄干、木薯芽、小黄瓜、番茄，还有生菜之类的，吃起来感觉是不错。虽然它没有肉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很营养，因为它里面几乎人类一些所需补充的大部分都是有了，就算它没肉，我也还可以接受。爱吃乜嘅早餐，同學都有同樣嘅想法。
30名号码嘅做出是都难呢，有想我自家吃做看那么。等等准备好材料，小厨师要教你做一片澎湃好食有营养嘅早餐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雨辰。今天我准备了一道营养又健康的早餐，是沙拉通心面。4人份的材料有3条热狗、3颗蛋、1条小黄瓜、1罐鲔鱼和1罐玉米，还有1/3包的通心面，还有1瓶法式沙拉。开始喽！我们先准备2锅水，水要盖过蛋。蛋和水煮熟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先把小黄瓜切成丁。切丁的时候，就是动作要快一点，因为怕等一下蛋煮熟了，东西还没切完。现在要看一下蛋跟水滚了没有。热狗一样也要切成丁，然后都不可以太用力的直接给它压下去，要前后慢慢的锯下去。那蛋好了，那准备一个钢盆，然后把蛋捞起来，蛋泡一下冷水，水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通心面倒下去。如果面好了的话，可以准备一个碗捞面，还有一点玉米。蛋把它用冷水泡凉之后，就可以慢慢的把壳剥下来。好热！蛋壳剥好之后，可以把它放入钢盆之中，应该好。面如果有膨胀了，应该就代表它就已经好了。面捞完之后，可以先把火关掉，然后这个蛋等一下呢，我要把它先剁碎，再把剩下的料都倒进去。最后我们要把面放进去。拌完之后就完成了。那现在我要试吃看看。真好吃。是的，就喊是的，人家妹妹爱用讲述的讲，就係專業當中最重要嘅出。前幾日，你係貴部嘅嘢，提咗15分鐘紅腸，甜甜的好好食咗，嗰日強壯嘅粥，係咪為半夜冇強壯嘅感覺？好乖，甜甜的是喽。其實當天在旁邊有很多白鷺鷥。那白鷺鷥也跟阿北这样感觉有在互动啊？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小鹤呢？它现在已经在这个红皮书里面是非常危险，几乎要绝种了。所以我们就是会想说特别的来了解它。你们赞不赞成把小鹤送回它原来的地方？想要让它回到它原本应该要的族群里面，因为那是它原本应该在的地方。